过伫这个立法院又搁发生着口角的冲突，民进党为着要防止国民党团变更议程来闯关选罢法，透早伫要天光，就伫个议场前排队提出着法案，条约嘛拢加急动员。国民党的立委林书明强调讲，今仔日未来变更着议程，但是会伫个适当的时机提出着二读、三读的定数。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来回击，讲会严阵以待，反对着恶修选罢法。互相对骂，叶元之提案修民防法，排除20岁以下参与民防编组，民进党团大动作杯葛，更较呛声要罢免党员。拜托各位委员，请回座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拜托各位委员，请回座。议会是乱吵吵，无奈何条约开始讲风战，毕竟民进党是传好势，半暝就伫咧议场前排队抢买提案，拢是为着反制在野阵营。因为议会前捌传出选罢法要拼三读过关，反对联署加严，甚至反对定下史上最高最难的罢免门槛。选罢法不可以恶修，不可以恶修选罢法。民团今天此时此刻正在立院来集结，国民党、民众党，请不要继续唱双簧，只用过水的协商，那今天国民党就有可能变更议程，然后来处理选罢法，然后在选罢法3读之后，人民未来的罢免权将被剥夺殆尽。龙华月期期来归，民团嘛伫咧立院外口讲声音袂少，就先等一下。毕竟国民党提案的版本要求联署定数爱附身份证正表明影印本，搁爱写法证日期，搁有立委柯武真提案的罢免同意票数，就要比当初当选的票数搁较悬，搁较传出罢免条件提悬的版本，甲民众党无共识，国民党落尾才决定照正常的办案定数。未来在联署程序要减负身份证的影印本以及要加注它的登记日期呢，这个提案我们已经可以进入，已经完成我们委员会的协商以及院长的协商。那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呢提出来做一个2、3读的一个程序。选罢法的战火继续咧烧，搁爱刷到后礼拜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